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在这边哈，三个就是四个部分啦，就是重叠的部分，然后后面我们可能就看看有没有时间复习这样。好，我们一样就是都是在做那个重叠词根的这个练习哦，因为那个重叠的方式还蛮多的啦，然后表达的意思嘛，就是重叠之后显示出来的这个中文翻译也都不太一样。那我们还是要习惯呐。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一些蛮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在重叠之后哈，然后中文翻译会乱翻。那不过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规范的，这样在教别人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理解意义的时候，会比较准确一点。好，我们今天会讲到部分重叠，还有交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三音节重叠哈。好，我们来看一看哈，这是这个部分重叠。好，那部分重叠的话，因为这个应该是接续上一周的这个内容了。那我们呢就动词词根哦，我们待会会哦，这边有提供一个哈词根，待会你们 PPT 也可以看一下。那这里呢就没有分类了哈，咪妈问咪型妈型中缀的都有。好，那一样哦，我们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个哈部分重叠哦。好，那这边我选定的词根哈，就是八路就是打的意思哈。那合并就是重叠的话，就是八路八路，每一个都打的意思，这个还记得吗？哦，我没有关系啊，如果忘了，我们待会还是会有复习哦。好，重叠词根八路，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哦，我们刚讲说这个，我们讲部分重叠嘛，部分重叠的话，可是这边好像是完全重叠哦，对不对？好，如果说部分重叠的那个什么，它的方式是这样子哈、哦，如果后面词根有一个子音的话，就把那个子音先省略哦。这个我们后面待会会有复习了，省略，然后再重复那个词根这样子哦。比如说登耶了，没有登耶了，我看这边有没有？好，Tengil, sa. 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哦，没有关系，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把路。好，重叠的话，保罗就是每一个都打了。那如果我们在做造构词的时候，如果前面加一个沙，哦，是巴鲁沙，那就是假装哦。这个其实我们再回想一下就好了。沙巴鲁沙就假装要打人的样子哦，假装打的样子。沙巴鲁沙，那这个红色这个字哦，就是我们在中文翻译的话，就翻成救了。沙巴鲁巴鲁，那前面的话就是沙巴鲁，就是假装在打的样子哈。那个假装的样子，这个翻译是翻这个沙，这个蓝色这个哈。好，沙巴鲁沙就是假装打的样子。
那要打什么呢？那个就是在句子里面的后面哦，可能有一个受词、受格这样。好，造句，造句的话，在巴鲁巴鲁萨张拉几个早晚，哦，所以这个张拉是主格嘛，哈，他们第三人称，在巴鲁巴鲁萨张拉几个早晚，哦，他们就假装打嘎造的样子。好，那这个例句呢？这个例句我们就使用这边的词根哈。我看我把它 copy 下来好了。好，我们待会一样做练习了。好，这边我刚刚已经贴了一个，就是我们要练习的这个词根哈。那这边我写不分类型哈，因为这边有妈型有咪型啊，像请听、米金啊、米达拉、米的波，米，然后那个一直到这个第七个不会，这个就妈不会有没有？我们这是马型嘛，米发发、米欧西、米索索都是咪型啊。然后第六个哈，然后我们它可以是咪型，然后也好像也是那种 ON 型诶，我不知道那个这个算不算中缀哈？因为它是 OM 那个我们有讲说 more 后哈，前面用 more 后，它也是弯腰的意思。那有的部落会讲说 mirror 后变成咪型哈，所以比较没有讲说 model 后没有。那可是有讲 model 后，有这个字就蛮奇怪的哈，不知道那个比较正确应该是哪一个。如果是用 roll 的话，就是用它是咪型 mirror 后这样。不过在我们部落哈，习惯都是用那个前面加 mo，不是中缀 on 哦，是用 mo mirror 后，我们都是这样讲。不过那个我看那个蔡中涵词典那边，它是用咪型的 mirror 后这样，就是弯腰的意思。如果所以这边比较特别的地方嘛，那其他的都是咪型这样子哈。那我们赶快的把它练习一下哈，就是一样选词根，然后把它合并啊，合并，然后构词，就像这样子哈。我刚刚这边有写嘛哈。那我看我们的方式是怎么用念的、用写的都可以哦。如果说你念的方便，或者说你需要写的话也可以。那直接念的话也可以哦。OK 吗？我这样讲可以哈，就是这个，然后选一下哈，选一个词根。词根的话，我已经放在这个讯息栏这边哈。好，我们今天的学员有几个？看一下。哦，好像都有哎。秀兰姐、保罗、Alex，我们根本没有而已。好，嗯，啊，慢慢是一首。好，好，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练习一下哈。那这一次的练习的这个词根呢，就是在
讯息栏这边可以参考一下。好，那这个练习呢是上一周有练习的。好的，往爱懂，你们有写吗？还是说直接念？直接念。好的，那就可以吗？保罗，你要先吗？好的。好。Sangulungu tu sanggura kapah. Ai. Sangulungu su sa， 对。Sangulungu tu sanggura kapah。那位年轻人假装很害羞的样子，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假装害羞的样子哦。哎。好。不过母数好像是，有点害羞啊。母数，这个生动词吗？尊敬、害羞。形容词呢？商务路上就假装了。它会不会是形容词？母数，尊敬，反正是动词。好的。所以它其实在翻译上也是可以的啦。Sangulungu sa kurakapah tu matuasai 这样也可以哦。如果说都盖音，也是可以，是吧？那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哈。那 Alex 你可以吗？哦 ，Alex 有了。那我们请 Alex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啊。落后弯腰，落后，沙落后。假装弯腰的样子 ，Saludo saji ofash a mi posto la gao，ofash 就假装弯腰捡垃圾的样子。好，谢谢 Alex。然后，好像那个这个刚好 Alex 用这个哦，那我再提醒一下，如果在部落哦，可能因为我自己听到的用咪的，好像比较少，不过还是有听过了。那大部分的部落好像都是用那个前面还是有 mo 这样 moroho 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啦。但是这个 moroho 啊，是啊，你说什么？很像比较常听到，对不对 ？moroho 对，不过我还是有听过那个 roho 哦。所以我想说跟那个 Alex 提醒一下，就是说。会有这两个使用的方法，不过这个母罗后它又不是中缀哦，中缀应该是在那个第一个子音的后面，对不对？如就变成如模糊，可是好像又没有这样讲，它是在那个罗后前面加一个 mo 这样子，母罗后，这个有这两个，那来，那 sarohorohosa 就是假装弯腰的意思哦。sarohorohosa ji ofash ami posto la gao OK ofash 就假装弯腰捡垃圾的样子。有啦，那个苏贤老师有贴那个容后，所以他好像也不是中缀哦。直接在前面加 RO 这样，如模糊，然后如模糊，这个就如模糊，这个我们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哦。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部落用错了哦。像我刚刚像苏贤贴的这个哦，我刚刚没有仔细看。它是使用中缀，可是在我们的习惯用语不是中缀，所以是蛮奇怪的。我写出来哈，是这样子，对，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习惯的用语不是中缀，那这个可能是部落用错了吧，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小时候也都是这样用哦，母罗后这样子。
不是如摩后。这个中缀我们好像很少听过呢，但是如后单独使用如后是有的，但是使用中缀我是好像没有听过用中缀的，而是用那个摩罗后，这样前面加 mo 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再问那个耆老看看，看到底是我们部落都用错呢，还是怎么样？因为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有错误了哦。老陆，你们是用哪一个？我说中缀吗？还是我写的那个？你写的。对啊，对不对？很像很少人用中缀，我是没有听过了。咁我说干巴就是这样啊。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这个其实一定有一个对，有一个错，好像那个这下咖喱令啊，对啊，塞一路四个问题哦。都颠倒，那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如果说，方言对啊，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听那个广播啊，那个什么，那个阿美族角钟哦，你们就会知道，因为我们的历史那么久哦，然后而且阿美族又是很喜欢动来动去，就是移动啊，一定会有造成这种有误差，一定会有误差，所以那很有可能我们也用错。摩罗湖，好像也有，这个都有呢，所以呢，如摩后也啦，摩罗后也啦，是看哪个讲的比较习惯而已啊。哦，那 OK， 那我会多讲这个，是因为是要跟那个 Alex 讲啊。不过了，出生的是，咁烂蛮，摩罗后还是如摩后？摩罗后爱，摩罗后爱，对。摩罗后，对啊。所以苏璇老师有查，就是说罗后，还有如摩后，还有摩罗后，三个都有。那海岸的话，好像都用摩罗后比较多，对。那也有听过那个罗后，就是米罗后，这样也有用咪型的。反正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有力去统合这些文字的机构，所以我们就是各自部落的习惯用语，这样就好了。好的，那我们就往下好，因为奴姑刚进来嘛，我们已经练习完这个了，我们再往下我们直接往下第二个单元了。好，双音节那交错重叠。交错重叠的话，它有一些条件跟方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中文字条件的话，就是这个词根、这个词汇的第一个音节后面带有子音的双音节嘛两个音节，然后第一个音节呢后面有子音的。像如果说以刚刚这个 rohu 这个就不是了它是 rohu 它是后面第一个音节后面是母音的，但是所以应该要有3个字母，对不对？那所以这个要使用这个交错重叠的这个词根呢，这个 rohu 就不适合了所以可能要有3个字母的。那后面是带有子音的这个是条件。好，那它的这个从交叠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音节就是取它的这个子音跟母音然后再加上第一个音节的子音最后面的子音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插入在2个音节的中间，然后形成3个音节。好，所以这个交错重叠后面就会变成3个音节，本来是2个音节的，然后交错重叠之后会形成3个音节，然后它的
交叠的模式就是前面这个，把后面的音节呢，把后面的音节就是子音跟母音两个哈，子音跟母音两个，然后再加上前面一个音节的子音这样子哈。好，直接看了哈。好，如果说以这个词根来看哈，包萨，包萨就是我们包便当啊、送饭的意思哈。你包萨就是去送餐啊、送饭的意思哈。好，那刚刚的这边哈说条件哈，为什么要选这个条件？就是因为第一个音节后面有子音哈，这个为什么要选包萨？因为你看包萨两个音节，然后它的第一个音节后面这个是子音。这个马扎呀，后面米现大家入户是呢，入户入第一个音节是 o 哦，它是母音，所以不合条件，所以包萨的话就可以。第一个音节的最后一个字母是子音，哦，第一个音节的最后面的是子音 w 这个 w 这个 u 包萨。好，那首先哈，这边是主要是教我们怎么去去解说到底是怎么重叠哈。那我们就把它分开哦，两个音节嘛，包萨海杜萨古音节海，然后呢，它的交叠的方式就是说，把这个萨后面的这个音节哈，看一下我的游标哈，红色这个萨这个是第二个音节，然后呢，后面加上前面音节的这个子音，就变成少，本来是包萨，加上子音的话就少哦。然后呢，这个加了子音之后，就加在这个包萨的中间哈，所以变成包骚萨。包骚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哦，每一个。那如果说米包骚萨就是去送给每一个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单位这样都可以哈。包骚萨就这个意思哦。那我们来构词哈，我们构词都用这个沙哈，就假装这个沙包骚沙沙，哦，沙包骚沙沙，就假装送饭的样子哈。这个构词的这个部分哈，在中文翻译的话就这样翻哈，所以有一点点差别哈。如果单独讲包骚沙是每一个人、单位、地点都送便当这样子哈。那如果构词用沙的话，沙包烧沙沙就假装送饭的样子，所以这个沙哦，前面这个沙就是假装干嘛的样子了哦。沙马阿马安沙，假装干嘛的样子。好，所以如果造句的话，我们待会就练习这个哈。有词根吗？有啊。我待会我先讲这个哦，先说明一下。沙包烧烧沙沙包烧沙沙金拉多沙嘎拉霍吉巴那样啊，吉巴那样它是受梗哦。那谁要送东西给巴奈呢？就是金拉哦，这边讲第三人称他了，他就假装送午餐给巴奈的样子。沙包烧沙沙金拉多沙嘎拉霍，好，这个沙嘎拉霍，这个也是构词了哈，就是我们讲说那个拉霍是中餐嘛，那马拉霍是吃中餐，那沙嘎拉霍呢就是中午要吃的东西哈，沙嘎拉霍，所以就是午餐哈。好，那我再念一次好，这个造句：沙包烧沙沙金拉多沙嘎拉霍吉巴那样，
他就假装送午餐给巴奈的样子哦。好，这个是第一个哈。那我把这个例句先讲完好了哈。刚刚是这个保萨是算是动词哈，送餐送便当。好，我们来看这个名词词根哈，也是一样，这个香蕉刚刚是保萨是动词，那这个保利是名词哦，也是一样，我们就看那个为什么可以选它呢？是因为它的第一个音节的最后一个音是子音啊，一样也是 W。好，那我们现在来操作哈，操作的方式呢，是我们先把它分开哈，保利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很习惯讲主语的，可能就不需要这个步骤了。这个只是要讲说到底是怎么重叠哈，因为它是交错重叠嘛，有点复杂。保利，好，那我们现在要插一个东西在第一个音节跟第二个音节的中间嘛，我们要插一个字，要插哪一个呢？也就是把那个第二个音节的力后面再加上第一个音节的后面的子音，就是那个 W， 所以变成6，哦，就插进去，所以就变成保留力，就是每一根香蕉的意思哈，保留力。好，那我们就好，这个交错重叠了之后，我们就造句哈，每根香蕉。那这边的造句就是Tataanku保留力努不送。像我这边哈，因为可能你这边会有一点有修正哈，就是我今天传给你们的那个 PPT， 本来是1嘛，这边改 nu 哈，比较适合了。Tataanku保留力努不送，台东的所有的香蕉哈，就是每根香蕉都很大，所以它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哈，几乎是100%的哈。保留率就是所有的每一根香蕉都很大，那补送哈，台东的每根香蕉都很大。安谷保留率努不送，这样好，谁举手看一下？努过了，好，请。嗨，老师，我问一下，好，为什么要用保留力？我第一次听过。第一次听过哈。哎，保留力不能就保留。Pertama sunod milisaya ka kusina na ko niya 全部的词根awak nanu kamang sila tahu kapitangi mangata kami mata suli 那个保罗，你是跟那个谁阿力同一个部落吗？哎，malah cadai ke 那他为什么知道有？ awak sila 有啦，他之前说有啊。他说第一次听过。你如果你出声一下，请哪一首？第一次听过对不对？如果了，第一次听过，我想说对。那你们现在有听了吗？哈。不是，我说我现在讲了，你们就有听到啦。对啊，第一次听过。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你没有听过，不代表没有了。Milisaya ka kusina na ko ni mga tama sa suli kami。塔西曼奈，你就跟你那讲说有这样子，因为伊拉古kalas nunyara hanay tuswar， 所以nanumang kami awamat tingin yamat niya dan China ko milisaya ka ko。 因为使用上哈，你们可能会这样讲了，答案过保利不送，你们可能会这样讲，对不对？台东的每根香蕉，可是那个并那个答案果保利努不送的翻译就不是这样哦。台东的香蕉都是很大的哦，他并没有讲每根香蕉哦，所以每一根香蕉的话是保留力这样的哦。那我现在先说一下，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部落可能在习惯上使用会不一样。那有没有这样讲呢？有呢，有的部落有这样讲。所以我刚刚有讲说，有时候我们没有说过、没有听过，它并不代表没有，因为有，对，这个有时候我们在那个观念上
会需要先让步一下。那我跟你讲啦，那个你过来还有保罗什么？我跟你讲，我以前就是我在教这个课程的时候，之前我也没有讲过这样的，但是后来没有讲，是连听都没有听过。对，但是是有部落是有这样讲的哦，是有这样讲的。那因为这个是有跟耆老确认过了，有跟耆老确认过。那过你，妈，这处理个，我爱神。那没有关系啦，因为我们刚所说的啦，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观念上还是要去重新调整一下哦。那如果说有跟你的习惯有冲突的话，你可能就先暂时先理解就好了，不一定要使用它了，不一定要去使用它，理解就好了。那因为确实有一些耆老他们有这样用的，有这样用过，所以我的意思哦，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用它，因为我们不习惯嘛，就不一定要用。但是如果有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他错，因为确实有耆老这样用过，哦，这样可以理解哈、哦。凯撒，好，这个是保利的部分哦。好，那好，这个下一个形容词哦，我就一样哈、哦，这个就有听过了吧？很燃烧，对不对？好，那好一样词根哦，那为什么要选这个呢？一样，它的条件有符合，因为它的第一个音节干稍微没有两个音节，第一个音节这个 ng 哈、哦、是指音，所以它的符合条件哈、哦、干燥。好，那一样干燥两个音节中间插入我们交错重叠的这个字母哈、哦，这是你看哦，我们再回头看它的条件哦，条件就是把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插进去的那个，要插哪一个字哦，就是用这个第二个音节的子音跟母音就好了。第二个音节的子音跟母音沙本来是少，对不对？它的子音跟母音就有沙，然后在后面呢加上那个第一个音节的子音ng啊所以是上。好，插进去了就变成三音节了嘛，好，干三少，意思呢就是说每个都很绿这样啊，干三少，好，然后就造句哈，干三少过，这边有一点不好意思哦，这边有一个字的错误，对不对？猫妈应该是 M 了哈，咪猫妈汉一书，好，这个 K 哦，可能稍微修改一下。好，我马上修改哦。好，这样子了，应该对了哈。好，造句哦，刚才绕过咪猫妈汉一书，你咪猫妈汉一书就是你所耕的地田地农地哈、哦，咪猫妈汉一书你所耕的地都是怎么样的呢？都是干山沙外，好，都是绿油油的。好，那我再讲一次这边的造句哦，干山绕过咪猫妈汉一书，你所耕的地都是绿油油、一片哦，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每个都很绿这样。不过这个很怪哦，你所耕的农地每个都很绿哦，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所耕的地都是绿油油的这样子哦。好，这样子哦，所以你看哦，我们使用的这个词根，保烧萨也好，是保留力还是干单道，都是属于这个交错重叠的方式哦。那我们现在来练习了。好，这
这边有词根了，我们就找一个哈，然后我们就用刚刚的方式，保利、三个、保地、在那、当贵、洪水哈，这个都可以用。我们就找一个哈，就是做练习。我看啊，要写吗？如果你可以直接用念的，当然就 OK 哈。那如果要用写的，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就来练习啊，选一个词根，然后我们就做例句这样子。那这个交错重叠的方式，这边都有写了啦。刚刚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就是说那个保利这个哦，保留力。那比较常听到是呢，颜色是比较常听到的。感三烧，这个我就常常讲。简单造谣，还有岩石，还有信有这两个。翁中坠这个我们也常讲。信有，还有呀，简单造谣，剩下的还有这个。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每一个都要去这样用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人这样用过，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讲啊。你看kami iliarai kami saya itu dia公最上一块岩石在刚不说了。没有，我们有用过啊。公中嘴，哎，所以你看，我们有用过，你们没有用过，是因为你们可能很少去海边，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对啊，还公嘴呢啊。对啊，就是每个部落的说法习惯会不一样，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你看呢，包含中文中文那么多，有一些字我们可能从来都没念过呢，因为没有必要念嘛，没有看到它，或者是说，所以就没有。可是你不能说，这个字我不会念，没有这个字了，我们不能这样说嘛，对不对？我们去查，用手机查，随便拼一个字都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字。那为什么会有那个字呢？因为我们不会念，那没有用过，可是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啊，一定有人用过嘛，就这个意思啦。所以那个我们有这样的概念是很正常的啊。所以那个巴洛斯，你不要跟你妈妈吵架。没，这个在处理กัน这个比利仔我觉得我很激动。我爱什么？我爱。没有关系啦，因为我们先练习好了。好，先请那个 Alex 啊 ，Alex 先出来了。大家都古当很少努班扎阿美族每个人都很高。好，谢谢 Alex。当少，所以它的词根是当少好，那我把那个，因为我看有另外的学员嘛，我把那个 Alex 的词根把它重新把它分开它的词根是当少这样子两个音节，然后要插进去的，就是这样子我如果说我们学员有比较不熟悉的，我这边有贴上去就是刚刚 Alex 的例句它的词根是当少，然后中间插进去的就是第二个音节的子音跟母音那个 da 沙，那后面这个 m 呢是前面音节的子音 m， 就变成当少就变成3个音节。那这个方式呢叫做交错重叠交错重叠的方式。好的，今嘛都，巴鲁斯多。
Sa kami yarat no.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阿力不知道是包丢地还是说包溜溜，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线上讨论，他就讲到一个，好像是包地包丢地，包丢地，哎， Betul. 好的，有的多少？ Matumis ko Zainai nak to kafahamai。哎就是毛氏装满每一个篮子。哎，matumis ko Zainai to kafahamai。不红爱，然后你们讲个不红爱好不好？毛氏。不红爱。好，不红爱。然后我们是用不。我们那边是用 K， 那用 P， 不红爱这样子。那个用 P 哦。哎，不红，我们是用这样不红爱毛氏。慢。所以那个 F 跟慢。不红。不红。哎，不红爱。你们是用 B。哎，用 B。我们是用 K。F 吧。不红爱。F 啊，你们是用 F 啊，不红爱啊。我们那边是用那个 B， 不红爱这样子。不红爱。那你说多少？答案của ông Trung Truy Nuria。海里的每块岩石都很大。海边的岩石每个都很大。好，那像我们再回头像刚刚这个保罗是用这个嘛答案过ông Trung Truy Nuria的这样子台东的海边的每颗岩石都很大，这样的。好，每块岩石都很大。OK， 那我看一下秀兰姐不是有在吗？有。好，秀兰姐，你要换你了。好，来，心一书一桌安古嘎乌拉罕啊，不对，选择看看你喜欢哪一件衣服。心一书一桌安古嘎乌拉罕啊，不对。好，我来想一下心，所以你用那个叫做重叠放在前面，对不对？对，心一书啊，心一书。还是心就好了。你想如果说你用你的那个，秀兰姐，你先把你的中文翻译先讲一次，你的中文的。选择看看你喜欢哪一件衣服。好，那如果说你要这样，这个中文我们要讲注意的话，就不用交错重叠了，就是心们有没有？心们古高了，你是直接用这样就好了。心们一桌安古高了哈，你说啊不对。那可是我们现在要交错重叠的话，可能你要另外再选一个，你要另外选一个句子。因为如果你用刚刚的中文，我们要翻成主语的话，努马古啊刷那里，我就不会用交错重叠的，我就直接写，我就用那个后缀的心们。搞了喊你说阿里过，心不搞了喊你说阿里过。就是那个，如果说这个一桌案也可以啊，一桌案到底换哪一件衣服啊？不是因为你的焦点错误，你的那个专注的那个点有点错误，比如说anu hanangga misim多包了。你可以用这个，就是在选择了嘛。你可以用、前面要加咪的话，前面加咪的话就不一样。你直接用那个秀兰姐，如果说你可以用这个
沙心哪一个心心沙，沙心心心沙，一抓金拉杜古搞了，不对。对啊，好后面都可以了，就是他沙假装在心心嘘，沙心心，那这样就只有还是3个心咯。对，这个就可以沙用交错。心心沙，一抓古搞了哈，你说不对，就这样。沙心心心沙金拉杜，一搞抓爱了哈，不搞了汉宁了，对对对。啊不对，不过你这样讲是不是有点绕口？老师他就假装选择他所想要的衣服，对他所喜欢的衣服，会变这样子。嗯。好，如果还有一句哈，Matumasku bao tiêu di nirihum tu bunga，这个可以哈，每个马袋都装满地瓜。对对对对，这个杜姆斯古保丢地，对对对。nirihum tu bunga，这句可以了哈。那个古纳前面那个字是什么？咪什么？都啊，nirihum，nirihum 这个人，对慢这是什么？ ，rihum 名字啦，nirihum，红暗暗哦，哎呦，安安，你后面难怪解释不出来。 nirihum tu bunga。好，马杜姆斯古保丢地，你后，你离谱，所以中文翻译的话就是离户的每个麻袋都装满地瓜，哎，对对对对 ，OK， 徐兰老师，李凤哦，李凤，李凤，李凤哦，我还以为是李凤瘟疫，不是李凤，人的名字，吴立凤是吧？不是不是，那如果说像刚刚的哈，你刚刚选嘛哈，你直接这样子，心啦，你们我们使用这个，你信不信？去了，心，等一下嘛，都搞了等一下嘛，你等一下，我先听老师讲嘛，来，老师你讲，快点，心，金拉都搞了汉尼的阿里过，这样也是可以啊。好，搞了汉尼的阿里过，好。对，就是他，我看一下，他选，中文翻译好，我想一下，他选择喜欢穿的衣服，每一个，对他每个喜欢的，他都选择的意思哦。就是说，我每个喜欢的衣服，我都把它选，我都要买哦，因为很多嘛，我喜欢他所有喜欢的，他都把它选，所以就变成，就是主语的话就心吉拉都搞我哈尼拉阿里过这样哦，每个都选，他所喜欢的衣服，他每个都选，对，大概是这样子哈。那中文翻译的话。我们就自己再去调整，看看怎么样比较顺，这样比较符合我们在讲国语的时候的方式了。对，好，然后这个是交错重叠哈，这是交错重叠。那还是一样的那个我刚刚的那个提醒了，就是有一些部落。可能会不习惯使用的一些交错的方式哈，那并不代表说可能别的部落可能没有这样使用哈。那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久远，然后因为我们在很多年以前，我们都是一直在马弗劳的状态哈，就是一直在分开，然后结合分开这样，所以你看哈。那个我们部落会有不同的拿哨，而且这个拿哨，如果说按理来讲的话，就是说，并不是按照我们现在所区分的那个什么秀姑兰阿美、海岸阿美，还有那个马兰阿美，并不是这样区分的呢。像有一些拿哨，它就是男士的，或者是说巴厘岛的哦。
所以有一些语言哦，我们会彼此互相使用，然后其实并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楚。那这个也是因为过去的历史的关系了，所以这个我们比较会说的比较会说主语的学员哦，就是我们就就是像那个摩后还有摩罗后，对，这个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不能说像刚刚你看哦，蔡宗涵他那边都有写入模糊了，哎，我们可能不能说他错，我们只能说我们部落很少这样用而已，因为他都有写了，表示他有听到人家有这样讲。对，那搞不好如果我问我妈妈哈，我说入模后，她一定会说错，她一定会说摩罗后才对。可是我不能跟那个老人家去辩论了，因为他们确实从小到大可能没有这样用，可是并不代表别的部落没有这样用的意思啦。哦，所以我们可能在有时候就是把那个什么，把那个接受度再更宽广一点，这样，把那个接受摩罗后别对就是摩罗后跟罗摩后有共用。对，所以我们的那个接受的程度再加宽一点，这样。那没有关系哈，这个我们还是会去跟那个耆老确认哦，只要有争议的都会去确认的。好的，我们就继续往下哈。好，接下来是这个三音节重叠哈，三音节。好，那这边也是一样，我把这个文字说明一下哈。三音节重叠的条件，就是我们在选这个词根还是有条件哈。第一个就是3个音节以上了哈，所以那个罗户啊、单哨啊，这个可能都不行哈，因为这个是2音节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选3音节以上的词汇哈。好，重叠的方式呢是重叠的时候呢，重复词汇后面的2个音节，因为3个音节嘛，3个音节的话，那我们要重复就是后面2个哈。我们待会会直接看例子哈。好，第3个哈，重叠的时候必须遵守部分重叠的规则。好，那部分重叠的规则是什么的规则呢？这个还记得吗？像我们直接看哈，那个重叠，等一下哈，第3个这个可能要改字哈，重叠时必须了哈，不是仍需，重叠时必须遵守部分重叠的规则哈。那这个部分重叠的规则是什么？我们待会就会看哈。好，我们使用选定的词根呢是 Rumi'ash 哦 ，Rumi'ash 有没有读录过去啊？你呢？音节慢过音节嘅，3个音节哈 ，Rumi'ash 3个音节，所以它就符合我们要这个3音节重叠的这个条件哦。好，那先合并哦。你看了，我们先完整的合并哦，就是 Rumi'ash， 然后 Rumi'ash 这样，整个完全重叠这样。然后呢，刚刚有讲说后面的2个音节哦，后面的2个音节，好 ，Rumi'ash 后面的2个音节是 Mi'ash， 哦，绿色的这个，我们先把完整的写上，然后好，那我们要重叠的就是这个 Mi'ash 这个绿色哈 ，Mi'ash 是我们要重叠的哈，所以那个前面的这个 Rumi'ash 这个 D 哈，第一个重叠这个部分啊，不是第一个重叠，第一个前面的这个 Rumi'ash 哦，把它去掉哦，那这个就是这个部分重叠的规则，就是
把第一个的子音去掉，最后一个字的子音去掉，这样子，就是部分重叠的规则哦。所以你看哦 ，Rumi Ash 的这个第一这个这个把它去掉，然后呢，把那个第二、第三个音节的加上去哦，所以就变成 Rumi Mi Ash 有没有？Rumi Mi Ash 就会变成这样子哦。我们都知道怎么说了，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哦？就是慢慢讲，主要是说让我们知道那个原来是这样，它的方式是这样子哦。因为其实你问老人家哦，他会讲，可是你问他说怎么重叠哦，他可能会讲不出来。那所以我们会需要那个步骤哦，那个步骤就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哦，三音节重叠的，其实还蛮多字的啦。然后要三个音节的哈，这是条件。然后重叠的时候呢，Rumi Ash 我们要重叠的是 Mi Ash 这个放到后面去，然后前面的这个 D 就去掉，这样这个就是部分重叠的规则，把子音去掉，所以就变成 Rumi A Mi Ash 就变成这样子哈。第四个这个第四行这个哈，就会变成 Rumi A Mi Ash 这样子。好，造句。Talaga ko bisusasan to Rumi A Mi Ash 啊。Talaga ko bisusasan bisusasan 这个也是构词哈。Susan 是书，那 bisusasan 就是读书的地方哦，那就是学校嘛。Talaga ko bisusasan to Rumi A Mi Ash 通常那个常态性的时间哈，因为每天嘛，它是经常性的时间都用读哈，读鲁米阿米阿斯这样。好，那我看哦，还有2分钟，我先继续讲哦，因为我先讲完了，待会我们再练习哦。好，还有一个就是形容词的词根哦。好，鲁曼就是很多哈，阿鲁曼。那通常我们讲阿鲁曼都是指人的哈。那如果是东西的话，就讲阿吉嗨哈。好，阿鲁曼也是三个音节哈。那第二跟第三个音节就是鲁曼哈，阿鲁曼，所以我们要重叠就是那个鲁曼。那阿鲁曼那个后面的那个子音要去掉，就变成阿鲁马鲁曼，就变成这样哈。第四个阿鲁马鲁曼，好，那阿鲁马鲁曼是什么意思呢？到处都有很多的意思哈。好，那所以你看哦，为什么是到处都有很多？因为我们重叠交错重叠之后，就是它是表示说每一个哦，通常都是这样子啊。那个词根只要重叠哦，都讲大部分就是讲每一个，或者是很所有的，几乎都是这样子，或者是要形容它很多哦，像翁珠一样，有没有？哦，这些都是哦，只要有重叠的，都有那样的情形的感觉哈。好，造句。Alum-alumanku kapah iniaro。好，alum-alumanku kapah iniaro 在部落里面哦，到处都有很多年轻人这样子哦。所以这个 iniaro 好，alum-alumanku kapah iniaro 好。那这个 iniaro 这个一就是地方的那个介词哦。好，我们现在哈，因为8点，我们先休息一下哈。那你休息的时候，顺便想一下词根哈，我先放在这边这一页哈。那我们待会先想一下，然后造个句，我们待会回来就直接练习哈。好，把它好给大家读10分钟哈。
가자. 10분 동안은요. 바티고르도 기다. 好，那我们就来做这个练习哈。这个三音节重叠的这个构词，然后造句这样子哈。好，那一样这个条件我们先说一下哈。3个音节的，然后呢，重叠的时候，把后面2个音节哈 ，mi as 重叠放到后面去，哦。然后呢，第一个，再来就是把这个部分重叠的规则放上去就好了，就是这个子音的部分哦。mi as 直接重复到后面哈 ，mi as 哦 ，mi as 变成这样子哦。但是我刚这样说哦 ，mi as，我这个没有把这个子音去掉哦，那就不行，一定要把这个要按照这个哈，必须遵守这个部分重叠的规则，所以要把这个 mi as 的这个 as 这个哈。把它去掉，就变成 mi as 变成这样子哦。好的，我们就造句吧。怎么个阿耀？你们刚有练习一下吗？好的，好了是啦。Hati-hati hai aja kumila dengan nira ilutuk. 啊，是嗨，他在山上所采的菜非常多。那我帮你写那个词根好了。你是嗨3个音节对不对？嗨，哎，这个前面有喉舌音吗？嗨，嗨，然后它的是哈，哈，哦，哈，嗨，这样子。你懂吗？嗨，然后嗨这样子。然后所以它那个你看哦，我们讯息栏这边我有帮保罗写哈，它的这个词根是嗨，就是很多哈。那每个都很多嗨，就是从第二个我写错字对不对？应该是有没有喉舌音啊？哈，后嗨，好，我这边更正哈，嗨这样子哈，就是对后面2、3音节重复哈，嗨这样，然后前面的呢那个 y 就去掉，因为它是子音就去掉。不过我们先看一下哈，先暂时暂停一下。你看我们那个参考词根哈，沙亚也是3个音节。不过呢，你看哦，这个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怕你们会有疑问哈。沙亚，所以第3个音节是沙亚，对不对？所以它已经重复到后面了。可是前面不是要把子音去掉吗？可是你看这个字哦，这个是沙亚，它是母音最后一个哦，所以它就不用去掉了，因为它没有子音，没有沙亚，它后面没有子音，所以就不用去掉，所以就沙亚这样子哦。那我看有没有这个第2个达米娜，它也是母音哦，最后一个字母是母音达米娜，它没有子音，所以交错重叠的时候也是一样哦。3音节重叠了，不好意思，就是米娜重复到后面去，然后那个前面呢没有子音，所以一样是全部写达米娜这样子。这个是比较要注意的。那我们来现在看那个，好。请 Alex 念你的例句吧。Matomosko Daminamina do Gagahong i Fudosh， 在南屿每艘船都满载飞鱼。好 ，Matomosko Damina
达米纳米纳都嘎古轰嘎古轰嘎嘎轰哈，嘎嘎轰伊不多是。好，在兰屿的每一艘船都满载飞鱼，马多莫斯库达米纳米纳哦，每一艘船就是几乎也是所有的船哦，在兰屿的每一艘船都满载飞鱼，马多莫斯库嘎嘎嘎嘎轰这样哈，好，马多莫斯库嘎嘎轰就是说这个鱼满满的哈，这个飞鱼满满的在哪里呢？达米纳米纳，哦，在所有的船上哦，好，那请秀兰姐念你的例句。阿奇金酸，阿奇金果西绕你伊那啊打嫩，妈妈的咸肉每块都是酸酸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字阿基金，哎，所以你看哦，所以秀兰姐，你仔细看你的那个字哦，你看啊，你是第9个嘛？阿基金哈，对，然后阿基金阿基金，哦，没有少一个鸡，少一个鸡对对，，阿基金，阿基少一个鸡，哎，对对对，古西绕，你呢？你呢？啊，感恩，少一个鸡耶。哎，阿基金古西绕你呢？感恩。好，妈妈的咸肉。好，我们来看那个秀兰姐啊，新西兰这边啊，你看啊，阿基金古西绕你呢？啊，感恩哈。然后中文翻译的话是妈妈的咸肉，每块都是酸酸的，所以那个感恩你没有翻到哈，所以我们要这样翻啊，妈妈的咸肉，每块吃起来都是酸酸的，这样，每块吃起来都是酸酸的，这样，这样秀兰姐你有看到吗？你少翻到那个感恩有没有？妈妈的咸肉每块都是酸酸的，所以你要再补上那个每块吃起来都是酸酸的，因为有那个感恩嫩这样的。对，对，我没有叫你重写，只是说提醒你而已啊。好，那这怎么走？这你能够走？能够留回来了吗？有，好像。哎。Kakak-kakak saripat wawa nukul 的小孩的脚掌每一个都很宽。kakak 好。saripat wawa nukul。所以 nukul 的小孩，娃娃你能够kakak我爱saripat脚掌kakak saripat nu 娃娃你能够了，你刚刚是讲什么？嗨，好，中文翻译就是努古尔的小孩的脚掌每个都很宽，这样哈。嗨，对，还不到鞋子，脚太宽了。好，那这个是3音节的重点哈，只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了，就是我们看看这个哈，就是后面的音节，然后这个必须遵守部分重叠，也就是说，如果是它是有子音的话，就要去掉这个哈，比如像克鲁曼、阿迪海，它都有子音，都要去掉，然后再重复后面的那个2个音节，2、3音节哈。那如果是没有的呢，就不用哈，就像那个萨萨亚，它也没有子音哦，最后一个
达米娜，还有拉姆路有没有？它都没有子音。还有那个巴鲁玛，不过这个巴鲁玛，它又是构词哎哈。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原则就好了哈。然后有子音就要去掉，没有子音的话就是直接全部写。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哈。也刚好就讲完第一个，我们现在刚好就可以复习啊。复习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的哈，有曾经练习过的。好，那我们就很快速的练习哈，因为时间好像过得蛮快的。好，那个重叠哈，重叠的话有首音节重叠，首音节重叠还记得哈？举个例子哈，如果是咪型的话，福定是咪型的哈，所以我们去补余的话，我们就说咪福定有没有补余？那如果说把这个首音节重叠，就是这个那个福定的第一个福，它是子音嘛，然后重复哦，前面再重复，然后再加上母音啊，这样咪发福定就是一直补余哈。所以只要首音节重叠的话，它的意思都有那个一直在做这个动作，一直捕鱼，米拉沙灯一直采菜，米扎这丢就是一直捡这丢，啊，捡那个贝类，然后就这样子。那我们一样哈，我们来练习造句哈，练习造句，然后找一个咪型的，然后重复这个首音节哈，重叠这样子。那不要用这个，不要用这三个哈，因为咪型的蛮多的哈，我们自己想，看能不能很快的想到这样的。然后首音节重叠这样，好，造句，好，rakat 走路，来，你rakat 一直走路，几吗？米拉拉嘎，造句哦。好，要造句哈。来，好，你 rakat si mayaw ta'i lumani parot aku mantupah。好，好，那你会怎么翻译？我刚刚讲米拉拉嘎是麻药啊，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动，可以吗？去巴洛家喝酒。米拉拉嘎，对啊，也可以啊。其实，我们还记不记得？就是除了那个字面的意义啊，像米拉拉嘎就是一直走路嘛，福定就是一直做那个动作。那还有一个引申的意思，如果像你刚刚这样讲的话，哈，它变成就要有引申的意思。这个米拉拉嘎哦，拜访就有点像拜访了。米拉拉嘎对，就是引申成为另外一个意思这样子。因为如果你翻成马要一直走路到谁的家去喝酒，如果用中文讲，人家会听不懂什么叫一直走路。用主语好像比较顺，然后所以要用会卡卡的。所以变成说，它有那个引申的意思，有没有？这个应该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讲说，表示什么的意思，有没有？就是引申为什么意思这样。对。所以它就有引申说，像就是因为一直在做这个动作啊，明白了？就是说一直在拜访那个谁，你的对象是谁？对，我知道了。如果说不要用那个名称的话，rakat yang mirarakat kisumi kirim tu ke kumana tu pahau。对，这个就是了，对，这个就可以了。对。好，谢谢农户了。那我们接下来问谁？练习一下，回想一下哦。不要用这三个哦，用另外自己找。
词根咪型的哈，咪型的，还是谁先？保罗先吗？慢。Bicatalio kaputo hong ni nukul. 就这样。杂六米杂六，都红你那个了，哎一直借哦，好，哎，一直借，我一直借nukul 的书。好，那这边哈，我们如果我们讲中文的话，那个借好像，我看一下，我想用吗？哈，马达扎六。中文好像不用那么麻烦，对不对？对。那如果说我们讲米杂六是我，比如说我跟你讲米杂六嘎古多白记，是我要去跟人家拿哈。米杂六是借，才是借，是我拿哦，不是我拿给你哦，哈，是我借。对，米杂六那个叫米杂六哈，哎，对，那米杂六都后就是说我去跟奴过了。把他的书拿过来看的意思哦，就是借过来看，米杂六呢，一直借过来看的哈。哎，好，那这个杂六你这边是动词了哈，那应该米杂六是可以的。好，换谁？换 Alex 吗？哎，刚刚是秀兰，刚刚是好 Alex。我嘎浪好了，米个嘎浪过巴，米个嘎浪过嘎巴啊，米巴达拉都沙巴嘎恩努伊利信，这样可以吗？米个嘎浪过嘎巴啊，米巴达拉都沙巴嘎恩努伊利信，努利信，知道吗？应该是后面要变成 galas 还是长辈？因为巴嘎恩好，巴嘎恩的话就是巴嘎恩就是我们讲说会喂嘛，或者是巴嘎恩多少秒喂，那或者是说不一定是喂小孩啊，巴嘎恩也有说让谁吃这个东西，这样也可以哈。给谁吃啊？对，所以如果说你给部落吃，很奇怪，蛮怪的，因为最好对象是人啊。galas 最好，既然有嘎巴，就 galas 了，耆老。galas，对，就是米嘎嘎朗古嘎巴啊，米巴达拉都沙巴嘎恩努 galas，哎，巴嘎恩都应该用多沙巴嘎恩都 galas 这样。沙巴嘎恩都 galas，对，沙巴嘎恩都 galas 这样。我赶快把它写下来。你可不可以把它打出来？我看看，好，有没有正确哈？好，我们先请那个好了，我们先请那个金马都给这秀兰姐。好，跟你眨眼，米跟你多么大情啊！眨眼表示暗示。那好，眨眼。那个首音节重叠应该是用你的那个是 你跟你是 K 对不对 ？K， 所以你要用对跟你米萨跟你可以吗？用米萨跟你多么大景啊？哦，那就假装了。假装暗示的意思。对，就是或者是说米萨跟你，因为我这个就。你那个是部分重叠了哈，部分重叠那。可是我们现在要练习那个首音节重叠，没有？首音节不就是跟念吗？对，所以变成要米跟念，也可以讲米跟念，多么大？不对，你那个是部分重叠了。首音节重叠就是把你看哦，像这个辅定有没有？然后把这个 F 再重复一次，然后再加上母音，就变成发，有没有？
像那个沙凳的话，也是那个 d 重复，然后加母音啊，就变成沙好比那发夫丁沙还沙凳，有没有？所以如果说按照你那个的话，就变成嘎跟念。跟你哦，没有，所以你看啊、所以米嘎跟念，多么大，对，米嘎跟念多么大，所以你这边哈、你这边的话，米嘎跟念起多么大起金拉，对，就是说他一直在眨眼睛，眨眼，哎，对，米嘎跟念叫多么大，然后像这个的话哈、这个的话有点像那个刚刚努库所讲的那个，米卡根涅，就是说，因为他去主动做这件事嘛，主动做这件事的话，这个就有一点像那个引申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好像打暗号那种感觉。对，暗示啊，对，就是米卡根暗涅，示的意思，因为他是主动去做，一直在做这件事，所以他是就是好像在暗示什么，米卡根涅叫他妈的，就好像说，米卡跟念接暴露他妈的，我们国杀杀了你了，然后呢，他一直在眨眼睛，他到底要说什么？这样就是意思说带了给他走去旁边讲一下。对，那你不应该跟我跟念哦，应该要找小姐米跟念他妈的，对，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 Alex 哈，那米kakalang ko kapah mi patala to sepakaan to kelas 好，那个米kakalang ko kapah patay啦，其实可以不用咪那个 patay啦，那个 patay啦to 好，对，我改一下哦。Mikakalang ko kapah patay ra to sa pagkaan. No. patay ra to kakaanan to sa pagkaan. 想一下哦 Mikakalang ko kapah patay ra to sa pagkaan to kalas. 对，请伊拉古来在哪国？还是那个刚刚那个秀兰老师讲那个眨眼睛，我不会拼哎。跟念这样，我打一下哈。跟念。哦，好，谢谢，我写一下。它有个喉塞音，这样跟念这样，所以它的那个就变成如果说我们首音节重叠的话，变成跟念就变成这样子哦，眨眼啊，跟念。这个其实好像也是闭眼的意思呢，哈，跟念个嘛大这样子哦，对不对？是有眉目传情的意思。闭变成不瞪。像我们那边，所以你看这边又有不一样的意思，那个使用方式。像跟念好像蔡宗涵那边是写那个一只眼睛，对不对？就是独眼嘛，没跟念。可是我们部落闭眼睛不管你要闭几只啊，都叫跟念。你跟念都妈大就是闭眼睛了，跟念安姑妈大有没有？我们这边是闭眼睛是不得跟姑妈大。对啊，你看那保罗斯，我们那边我就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所以对啊，所以这个不过不一样的。什么事？我们的闭眼睛你会怎么讲？是不是闭眼睛？马不得。马不得马大。马不得。所以它是妈醒的，对不对？对。你不得。咪也可以啊，妈咪都可以。也可以讲不得更古嘛大，闭眼睛，更古嘛大。
我不的更就是你不是他就请他去的更闭眼古麻蛋睛这样子，闭眼睛，对，然后我的的话就是他自己闭眼睛，了解了解。嗯，像这个词根我们就很少用，我们直接都是用那个刚刚那个薛兰杰的念，可是我刚刚查蔡宗涵他写就是一只眼睛，就是单独的眼睛这样。可是我们那边没有一只两只都是用的念这样子，所以还是有一点差哦。好，我看一下 Alex 的修正。Bigagalan gugapa patayla tu sapaka tu galas 青年一直抓螃蟹，准备献给齐老师用。对对对对，好，谢谢 Alex 哦提供的句子。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后面还有，还有，那现在用 margin 哈，也是首音节重叠了。刚刚我看，刚刚是我们都是用咪型嘛，那么现在我们用吗？比如说马达亚，它是妈型嘛，马达亚、毛妈、马乌里，好，如果重复的话，马达亚就是互相咯。如果是妈型的哈，你看哦，如果是咪型的，然后首音节重叠的话，是一直在做这个动作，咪夫丁、咪发夫丁、咪哒哒噔、咪喳喳 Q。米嘎嘎啦，有没有？这个都是一直在干嘛？一直在干嘛？这样，如果是妈型的话就不是一直了哈。妈型的话就变成互相了呢。哦，所以我们再回头看哈，如果是妈我看，如果是妈型的妈发福定就会变成那个名词吗？对对对，我们不用，我们直接看这个妈型的名词词根哈。如果它是一样首音节重叠的话，就会变成互相了。马达达亚的就是互相工作，马阿乌马就是互相做农哦，互相农耕这样。马阿乌利就互相生活。所以它那个妈型的哈，首音节重叠的话，就是有互相的意思。那如果说要让它变成一直工作，我先来讲一下哈，打压了哈，打压了是互相工作嘛。那如果一直工作呢，就要换一个，还记得吗？就是打压了沙，后面加一个沙哈，所以它不是用妈了哈，打压了沙。我妈是就是一直工作，我丽是就一直活着，或者说一直生活这样，所以它跟那个咪的会有一点不一样哈，咪型的会不一样。好，那我们就练习哈这个妈型的。那妈型的话，你就看看哈，我们先造句那个互相的，我们先造句互相的，好了。Maulah panay ato si sa uma. Panay 和sa uma 互相喜欢了。Maulah，Maulah。然后如果说他们一直相爱呢？Ulah sa。对。好，大概是这样哈，因为我们后面有这个沙吗？好像没有，没有，所以之前有教了。怎么跳掉了？好，妈型的哈，妈型的，我们来练习一下。刚刚白露水已经提供完了，只要是妈型的都是互相的哈，首音节重叠的话，它就是互相。那如果是咪型的话，它会变成一直这样。那如果说咪型的要变成互相捕鱼呢？
其实我们讲，我们互相的话还记得吗？就是用妈了，马发夫丁还就用妈了，所以那个这个要稍微记一下。可能 Alex 这边要稍微记一下，就是 mission 的要变互相的话，就变成妈马发夫丁马达达邓这样的哦。那也不一定是互相哦，就是有一些像它有一些字哦，它可能显示出来会很怪，那个互相要改成可能就变成一起，有没有？一起做什么事？有没有？这个我以前有讲过哦。那一起做什么事？我想想找个例子啊，我待会想到再说好了。杂费，嘛杂费就是在一起啊。哎，对啊。所以，我刚刚说什么呀？我们给他说了那个话那个。masih wala tu itu。好，没关系，我先请那个秀兰姐，你先念你的例句好了。好 ，valit 交换 ，valit 互换 ，valit dosia mibarakat 互换轿车驾驶。还，所以valit 嘛valit 张拉dosia 互换轿车驾驶。Mafavalit Zangra, Mafavalit Dosia Ami Barakat. Mafavalit Dosia 互换也可以讲法律病，也可以讲法律病。然后我来理解一下，所以是2台车，对不对？不一定的，2台以上啊。互相交换车嘛，开，互相交换车开这样子哈。马法法利斯多杜夏啊米巴拉嘎，跟那个马法法利斯阿巴拉嘎杜杜夏不一样哈。马法法利斯阿巴拉嘎杜杜夏是只有1台车，可是呢那个驾驶副驾驶互相交换而已啊。所以你这边是对的了。那如果是 Mafavalis Dudusia 换车就是2台车以上，就是他们换车开这样的 Mafavalis Dudusia Ami Barakat 如果是1台车，4个人互相换驾驶1个人开1个小时，就是 Mafavalis Ami Barakat 这样的 Dudusia Mafavalis Ami Barakat 就是互换开1台车而已啊。来的，几码度？老师，这个互换也可以讲轮流吧？把法律跟轮流有没有一样？一样，轮流。那我看一下互换轮流是可以的。通的哈，通的，因为我们好像没有轮流这个字嘛。法律？对啊，也是使用法律的，所以中文的话应该就可以了。如果是法律一样嘛，法律一样啊。轮流的话，如果我们看那个中文的轮流好像是已经安排好的。就是像直升一样啊，轮流。直升。那互换的话，其实它比较没有像安排好的，就是我们讲好换就换了，对不对？中文我讲的是中文啊。那我们的母语的话，就只有1个字而已 ，valit 这样。如果是 valit 呢 ？valit 那不就是轮流了吗 ？valit。valit，所以你这个叫做部分重叠，对不对？valit，对。那 valit 这个要我看一下，那你会怎么使用它？造句。valit，
那就会变成这个哈。哎，对，Safari Bali sa ada demak to demak， 可以这样子哦，Safari Bali sa。像其实，在我们的主语哈，我先看这个，因为刚刚秀兰姐提到这个部分重点嘛，像 Safari Bali， 其实我们的我讲一句哈，来着 Safari Bali 真正的都我哈，厉换害女朋友啊，对他一直换女朋友啊，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就是这样，就是说在我们的主语里面哈，会有两个意思，就是看我们自己当下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你想要表达说他一直在假装换女朋友的样子，也可以啊，就像巴鲁刚说的，法律真正的我哈，有两个意思呢，一个是他真的在换，他真的在换啊，一个是假装的哈，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要看情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互相亏嘛，那就是你，但是你不一定是真的换了，你是假装在换这样子哦。所以要看那个情形，带了不一样的而已。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难分辨的。不过会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假装的，一个是真的。一个是真的，就你只是形容他的样子这样的，他一直换这样那个情形这样的。好，那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我有一路思念，一路互相思念，一路及南莫及红爱，南莫和红爱互相思念。哦，对对对，谢谢 Alex 哦，一路就是互相想念，互相思念。及南莫及红爱。一路。好，所以如果你看哦，如果我们把那个 Alex 的这个例句哈，它是写马一路及南莫及红爱哈，它是用都基哈，是南莫跟红爱哈两个，他们在做什么事呢？马一路就是互相想念。如果我们不要首音节重叠呢，马一路及南莫，这个红爱就变成它的那个，就要变成受词，就是马一路及南莫结红爱样，就变成这样哈，它要变成受词，所以这个是稍微提醒一下哈，可以这样运用。好，点麻豆，我们这个念完了吗？阿醒的，拔落完了，修兰姐完了，如果你有讲了吗？你还没。好。Masasual ci ina at si mama to tatayra itaypak miliso to atataay salikaka。好，马萨苏瓦了哈，互相说，这个又是那个我们刚刚所提的，互相说的话，其实它引申的就是讨论了，就是它延伸的意义就是讨论了，马萨苏瓦了，即妈妈即那miliso to man， tatayra itaypak miliso to atataay salikaka。怎么有我去看啦？病人哈，去探访病人，比如说到阿萨萨阿姨这样。好，谢谢努过了。那我们再往下了哈，部分重叠，我看还有多少？好，不好意思，跳掉了。好，那我们刚刚是这个，
我们现在往这个部分重也是一样是部分重叠，然后3个词根都可以，咪型妈型中缀的 om。好，这个是我刚刚说的 midnight。好，那我们的构词就用沙sa tengit sa tangit， 所以它这个一样部分重叠的那个的方法就是这个前面的子音要去掉所以你看那个等耶了，前面的等耶那个 l 不见了，等耶了，sa tengit了，sa tangit sa tawa 那个 tawa 没有子音，所以就直接就重复就好了。好，可以马上找到例句吗？这个部分怎么搞呀？ Bukil. Sa bukil sa semua tusuan nupangzah， 假装不会说阿美语。对 sa fukil sa semua tusuan nupangzah。今嘛今了，是啦，我自己，嘿嘿，是啦，假装不会说主语言，说阿美语。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我们刚说的就是说还是看状况，其实它还是会有2个意思，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装的。这要怎么去分辨sa fukil sa di jingla asuma de no bangza sa fukil sa。所以可能要靠这个，好像有一点要靠语气了因为一个是真正的不会讲，sa fukil sa叫的 no bangza， 这个是真的你看我讲那个语气我给那个 s 分辨一下。sa fukil sa di sera叫的 no bangza sa fukil sa， 他这个是真的不会就是说你听那个音哈就知道。sa fukil。然后如果我讲 sa fukil 这个可能是假装的没有 sa fukil sa叫的，这个是这个是在说你在假装不会讲的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它会有表现2个意思，那要分辨的话就从语气去分辨了。这个的话其实对 Alex 来说会有一点困难因为这个还是需要有那个腔调去变化，所以如果说没有腔调的话可能会让人家猜到底是什么意思，会有这个问题，到底是你在讲真的，还是说在讲他是假装的，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说没有语气的话，好，那我们换谁？刚刚是秀兰姐嘛那就金马豆谁包了？慢。刚刚是你讲的吗？还是秀兰？来接秀兰老师。好的，金马豆。我先问一下那个，我都没有问他。你这样我刚刚说的，这样你听得懂我听得懂，可是那个以一个声调，我可能一时无法判断。对，它就是说它显示的意思可能会有2个，一个是它是真的，我只是在描述它的样子，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这个 PPT 所讲的，他假装哭的样子。对。阿拉信息。对，那这个语气的话，可能你再多听吧。好。其实你可以听那个广播，那个反正每周五都会有播那个李金星老师的。他的那个主语的部分有很多。如果说我们要增加那个语感的话，就一直听那个，对，好，去学他的那个语气这样。其实可以不用去明白他讲什么，可以学那个腔调。对啊。对，那你腔调如果可以讲到大概可以模仿那我们在讲这个例句的时候就很容易去理解。对。好，换谁？Itu baru. Itu tuh. Sa takut sa ta ta tu sa.
好，一样哦，萨达克达克兹，哎哎，，这个都一样哦。那个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哦。那他要靠语句。那刚刚哎马路讲的是他假装在假装的了，那个达克，就是那个勾肩搭背嘛，哦，达哎克兹像那个勾肩搭背，达克兹的刀这样对上这样，哎，达克达克兹，所以那个大个，对，这个就假装的，真的是大个，真的都是。对对对对。如果仔细可是听哦，我们的哎老师，我们的歌经大悲叫萨阿巴阿旺萨，啊，歌经对对对对对，萨哎大个是互相拥抱，萨大哥大哥哎，对，不一样的意思哦，哈。萨好大个是拥抱，旺萨就是歌间搭背，放萨阿巴阿放上才是勾肩搭背，放，萨大个是拥抱，哎，1、2、3，换过来，对不对？哎，Ay, sa PUP, sa Sakurawa, mituro akong ako makat. 就是假装假装一拐一拐一拐的学那个阿公在走路， ，biu 就是跛脚的样子啊，嘿嘿嘿嘿嘿，假装跛脚的样子，对，那 biu 声，哎，好，sa 那 PUP 有sa za, sa PUP yung sadya mitutungturakat no akong mahal. 哎嗨，biu 嗨， biu，给你是这个吗 biu ？biu 嗨 Ay, biu， ，biu 嗨，好，那我们就还有2分钟，赶快最后一个了。好，这个其实也是一样哈。那个我们只要区分一下就好了。刚刚好，那个撒当一当一撒biu biu，因为都是人可以装的哈。可是如果是自然现象的话，自然现象就不能装了，所以它只是形成那个样子哈，就是变成，所以那个一样哈。我就直接念了，我们就不用练习了。很脏哦，自然现象、物理现象都一样。撒乌尼乌宁就变得很脏，撒乌尼乌宁神，撒一脏神，所以这个都不是指人啊，可以指一个地点或是一个东西这样。撒这巴神，所以他没有办法假装呢，我只是形容他的状态而已啊，他变得很潮湿，撒这巴上过啦，里过阿古，撒一张上过啦。就是形容它的样子哈，找你欧宁这样子哦。好，这个就可能还是区分一下哈。人可以主动做的，那就是假装。那如果说不能主动的，它很可能就是指物理现象哈，或是自然现象。那中文翻译的话，就是变成什么样子，或是变得怎么样这样子哈。好，那我们今天刚好讲完。对对，然后练习完，第一次有达到目标哎，第一次有把那个预备的那个都讲完，这样表示我们稍微有抓到进度，这样好的。那我们今天刚好10点，我们还提早1分钟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上到这里哈。好嘞，好，那我干不好。